大家好，我係簽簽。我哋每星期都會喺度同大家重點介紹一啲電影同劇集，亦都會同大家分享一啲最新電影消息同埋預告片。有興趣嘅話，歡迎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同埋撳 like 去鼓勵下我哋。大家亦都可以 comment 一齊討論下電影同埋劇集。本身今個禮拜諗住同大家介紹《星球大戰》Star Wars 嘅劇集安多，但因為未寫完個觀後感，所以就唯有順延去下個星期。咁今個禮拜講啲咩呢？就講下 Marvel 電影宇宙啦。首先係最新嘅消息 ，Marvel 日前就宣布《復仇者聯盟5》Avengers Doomsday 同埋《復仇者聯盟6》Avengers Secret Wars 將會分別延期半年至2026同埋2027年嘅12月中上映。呢兩個影期本身係《沙丘瀚戰3》Dune Messiah 同埋下一部魔戒真人電影嘅影期，相信其中一部電影要讓步改期上映。下一部 Marvel 電影《神奇四俠：英雄第一部》The Fantastic Four First Steps 將會喺今年7月尾上映。接下嚟再下一部嘅電影就係相隔1年2026年7月上映嘅蜘蛛俠4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然後就係兩部復仇者聯盟。有趣嘅係 Marvel 本身亦都預留咗2027年7月嘅影期，呢個影期本來係復仇者聯盟6之後第一部電影，但而家就變咗兩部復仇者聯盟中間嘅電影。Marvel 會唔會如期咁樣推出電影呢？如果會嘅話，又會係咩電影呢？除咗以上提及嘅電影之外 ，Marvel 似乎喺度籌拍緊兩部電影，或者其中一部會喺嗰個影期上映。第一部就係《黑豹3》，佢會繼續由上兩集嘅導演 Ryan Coogler 執導，而導演亦都同金像影帝 Denzel Washington 傾過，佢或者會喺呢部電影嗰度演出。導演嘅新作《罪人們》Sinners 將會喺下個月喺香港上映。簽之後再同大家介紹下嗰部電影。佢之前接受訪問嘅時候透露，佢喺《罪人們》之後下一部作品將會係重啟經典科幻劇集《X 檔案》，唔知呢個會唔會影響《黑豹3》嘅製作呢？而第二部電影就係《變種特工 X-Men》。Deadline 今個月獨家報導 ，Marvel 新戲《雷霆特工隊 Thunderbolts》嘅導演 Jake Schreier 最近同 Marvel 做咗初步嘅會談，佢或者會執導《變種特工 X-Men》電影。報導指出，經過早前同 Marvel 嘅會面之後 ，Jake Schreier 成為咗執導呢套戲嘅頭部人選。呢套戲嘅劇本由《飢餓遊戲》前傳《鳴鳥與靈蛇之歌》The Hunger Games The Ballad of Songbirds and Snakes 編劇 Michael Lesley 創作。事實上，雷霆特工隊係 Marvel 自3年前嘅蜘蛛俠不戰無歸 Spider-Man No Way Home 以嚟影評成績最好嘅一部，而 Jake Schreier 參與過執導 Netflix 迷你劇 Beef， 曾經贏得艾美獎最佳迷你劇，佢的確係一個好好嘅人選。迪士尼喺2019年完成收購21世紀博士 Marvel Studios， 終於可以喺旗下嘅作品用一班變種特工同埋神奇四俠 Fantastic Four 系列嘅角色。其中 Patrick Stewart 已經喺奇異博士2失控多元宇宙 Doctor Strange in the Multiverse of Madness 回歸飾演 X 教授 Professor X， 而 Kelsey Grammer 亦都喺 Marvel 隊長2 The Marvels 嘅片尾片段嗰度回歸飾演藍獸 Beast。而上年死侍與狼人 Deadpool and Wolverine 亦都係佢哋第一部以變種特工系列角色做主角嘅電影。回歸嘅演員包括飾演死侍 Deadpool 嘅 Ryan Reynolds， 飾演狼人 Wolverine Logan 嘅 Hugh Jackman。不過 Marvel 有可能喺復仇者聯盟6之後重啟呢個系列，揾一批新嘅演員飾演相關嘅角色。接下嚟 Marvel 會喺7月推出神奇四俠英雄第一部 The Fantastic Four First Steps， 展開 Marvel 電影宇宙嘅第6階段。下年上映嘅復仇者聯盟5 Avengers Doomsday 喺上個月發放咗首批演員嘅陣容，除咗會有一眾神奇四俠英雄第一部嘅演員回歸之外，2000年至2006年嘅變種特工3部曲嘅一班主角都會回歸，包括藍獸、X 教授、磁力王、黑丑、妖后、雷射眼同埋死侍與狼人嘅牌王。到時候 Force 嘅一班 Marvel 角色終於正式融入 Marvel 電影宇宙，同復仇者聯盟嘅角色會有更加多嘅聯繫。除咗電影之外 Marvel 亦都會喺下個月喺 Disney Plus 推出新劇《鋼鐵心》Ironheart， 佢哋上個禮拜就發放咗第一段預告片。呢套劇頭3集將會喺香港時間6月25號喺 Disney Plus 上線，由末世列車劇集嘅編劇 Chinaka Hodge 擔任主要嘅創作人，並由新愛的白人導演 Sam Bailey 同埋神話任務導演 Angela Barnes 執導。劇集嘅主角 Ruby Williams 繼續由猶大與黑色尼賽亞嘅女演員 Dominique Fong 飾演。佢喺2年前嘅《黑豹2》或光達萬歲首次出現。皇母紐約嘅男主角 Anthony Ramos 將會飾演漫畫嘅奸角紅兜帽 The Hood。早期嘅報導指出佢會喺 Marvel 電影宇宙擔當更加重要嘅角色。劇集嘅其他主演包括這就是我們嘅主演女星 Lyric Ross、Han Solo 星球大戰外傳嘅男主角 Alden Ehrenreich、乖乖女嘅主演男星 Manny Montano。另外，波叔出城嘅金球影帝 Sacha Baron Cohen 亦都有參演呢套劇，佢飾演嘅神秘角色聽講有可能就係千呼萬喚嘅惡魔 Mephisto。
Riri Williams 喺黑豹2裏面研發出可以探測 Vibranium 嘅機器，需要被 Namor 同埋佢嘅族人視為威脅。後嚟佢喺 Shuri 嘅幫助下研發出類似鐵甲奇俠嘅裝甲，協助 Wakanda 族人對抗 Namor 同埋佢嘅族人。不過喺電影嘅結尾，佢將裝甲留咗喺 Wakanda， 自己就返到美國完成佢嘅學業。作為一個天才嘅發明家 ，Riri 嘅世界就好似鐵甲奇俠咁樣，以科學同埋科技為主。不過今次劇集嘅奸角紅兜帽主要係使用黑暗嘅魔法，相信會為 Riri 嘅世界帶嚟唔少嘅衝擊。兩個導演過往執導嘅主要以喜劇為主，相信今次呢套劇亦都會走輕鬆嘅路線。Marvel 喺2020年宣布開拍呢套劇，之後喺2022年嘅黑豹2完成拍攝冇耐就展開拍攝。劇集喺完成拍攝後2年半之後先首播，相信係因為呢套劇涉及大量嘅動畫特技場面。不過 Marvel 呢2年嘅作品喺票房同埋影評上都遇上唔少嘅挫折，所以佢哋亦都調整咗策略，減少作品嘅數量至每年推出最多3套電影。其實即係同往年差唔多啦，同埋2部劇集、2部動畫。喺劇集嘅製作方面，佢哋亦都轉為較為傳統嘅電視劇製作模式，為每部劇集聘請節目統籌 showrunner 嚟領導劇集嘅創作同埋製作，同埋縮減製作嘅預算。而且呢啲劇集將會多於一季，專注喺佢哋本身嘅劇情，減少同埋電影嘅聯繫，亦都唔會以電影嘅角色為主角。喺鋼鐵心之後 ，Marvel 將會喺今年年尾推出神力人 Wonder Man， 佢哋亦都拍緊幻視嘅劇集 Vision Quest。同埋夜魔俠重生 Daredevil Born Again 嘅第2季，而 Kristen Ritter 亦都會喺第2季裏面回歸飾演 Jessica Jones。相信大家會喺呢啲作品裏面見到 Marvel 喺製作劇集上面嘅轉變。喺呢度，簽簽就為大家送上鋼鐵心嘅預告。This elevator will no longer be breathable. Oh, what is this? Your interview. You'll suffocate and die unless you break into the device on the floor, where you'll find a gas mask. Good luck. Screw this. Riri Williams was a genius. So you in or out? Riri, I see you. I see you're fed up, waiting to be acknowledged for your greatness. You are not the first genius at MIT. How come you're not working at one of those fancy tech firms? After my internship abroad, I want to build something undeniable. Something important, iconic. It's a brand new I can give you the tools to help you carry out your vision. But anyone who's ever accomplished anything iconic in life has had to do some questionable things to get it done. What will you do, Riri? You've bitten off a hell of a lot more than you can chew. I could chew a lot. You know nothing about this man. You're gonna end up dead or in jail. This is so much bigger than that. This is wild. A shady bunker. My bunker's not shady. Would a shady bunker have that on the wall? It's literally above a crate of self-guided missiles. I'm returning those.